来台发展10年的艺人瑞莎，多年前曾向乌克兰政府申请放弃国籍，想归化台湾，但屡屡失败。经过长时间努力，24日正式在台北市信义区户政事务所领到台湾身份证。受访时，他激动落泪，直说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，终于能成为台湾人。开心接下身份证，艺人瑞莎一度激动流下眼泪，因为她等这一刻已经长达5年。艺人瑞莎，我从一哭一笑一哭一笑，这几天几乎没什么睡觉。我老公，我刚才传照片给他，他也哭了。受访时，瑞莎频频拭泪，开心又感动。原来早在2013年，她曾向乌克兰政府申请放弃国籍，想归化台湾，却屡屡失败，还在怀孕期间奔波北京、日本和乌克兰，过程一波三折。艺人瑞莎，我也是第一个为了台湾放弃乌克兰国籍的人，这一条路真的一开始就比较难。我那时候还大肚子，一直飞北京，一直飞日本，一直飞乌克兰。瑞莎说，要放弃乌克兰国籍，必须要有乌克兰总统签名，相当不容易。就算放弃后，还要在台湾待上近2年，才能取得身份，苦等多年，好不容易拿到身份证，也让他兴奋地说，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，成为台湾人，开心落泪。艺人瑞莎，我现在就是真正的台湾人，我非常谢谢大家，我很激动。